会响啊！哦，你看，在翻土啊，你看都会飞过来。哦，一群的几百只有，大概有一群大概多少只啊？哦，白鹭鸶飞翔，成群的飞翔啊！你看。哦，你看还有大只的，是不是老鹰啊？哦，还有那么大只的黑色的。哦，你看那么多只的。哦，你看，我看到啊。哦，你看，哦，那么多白鹭鸶啊，飞翔啊，哈！你看啊，那个农田在翻土的时候、松土的时候，就会飞过来，哈，一整群的，哈。还有那个黑色的，那个是老鹰吗？哇，你看啊，场面很壮观呢，一大群呢。哦，一大群，你看。哦，有看到哈，一大群的白鹭鸶啊，很壮观啊。哦，白鹭鸶啊，哇，赞了哈，白鹭鸶啊。哦，你看。